我哋嚟測下屬馬嘅朋友，屬馬生肖嘅朋友。冇事，Ulov 宇宙 Ulov。擁有所有，無限希望。擁有所有，無限希望，可以享受娛樂，享受吃喝玩樂。當然呢個牌面啫，睇返細節，不懷好意嘅人，對你不利嘅人喺度干涉你。未來2個月，屬馬嘅朋友，未來2個月，你會陷於一種欲速不達、欲罷不能咁樣嘅境界。我仲聞到啲好危險嘅氣息，極度危險嘅氣息，係呢個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屬馬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處於危險之中，如果你係差感情嘅話，咁你同你伴侶未來2個月要注意啦。再睇深入係咩原因？巨大嘅暗流，巨大嘅暗湧，所處嘅環境其實唔安全，我睇到啦，係你親近嘅人有可能對你做出啲不利於你嘅事情。呢2點足夠啦。注意啦，屬馬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會有可能極度危險嘅事出現，而對你不利嘅人係你信任得過嘅親密嘅人。注意下，親密嘅人唔單止指伴侶，仲指你信得過嘅比較親近嘅人。我諗呢2個嘅細節睇出嚟，已經足夠屬馬嘅朋友認真要應付啦。即管睇下會唔會咁。而家係25年嘅12月，未來2個月，即管睇下會唔會咁。仲有一個細節，講多個細節，好多可以或者幾個可以改變你面對呢種危險嘅人同事，對於你呢種狀況係袖手旁觀，暫時唔會伸出援助之手。OK， 睇下屬馬嘅另外啲嘢，鍾意孤獨。屬馬嘅朋友成唔一樣啦，鍾意建立喺方圓之上。最大嘅收穫係風，呼呼聲屬風。唔好停留，唔好回頭。
雖然屬馬，你每一步都踩喺孤獨嘅之上。講返你同佢伴侶之間，靠近得好快，但係另一個遠離得更快。所以屬馬嘅人拍拖追求異性，放慢啲節奏，你哋靠近得越快，喺未來某一個時刻遠離得就越快。因為屬馬嘅人，你明白，你愛嘅有時候從來都唔係人，你愛嘅係空間，你愛嘅係對方同你共同擁有空間，你係愛嘅空間，而唔係愛對方。慢慢諗下，好似無厘頭嘅講嘢，但係呢個係靈感。